有一位药剂科医师是讲，有一个家庭因兜有咧拜拜，不过长期是使用这品质较歹的香，规家伙仔会中毒。所以讲，就提醒大家，若是厝内有咧点香拜拜，就要保持空气流通。民众烧香诚心拜拜，毋过也爱细致，对健康可能造成危害。有医师指出，台中有一家伙仔伫厝内有烧香拜拜习惯，毋过因为用无好的香，靠一家三代火内底，因的浓度伤过悬。这个案例呢，是一个阿嬷啦，她来的时候就是严重贫血、脚水肿，就发现全家人几乎铅的含量都非常非常高了，甚至她3岁的小孩、12岁的小孩跟她的家人全部都很高。医师指出，烟中毒会无法度发现，是伫个烟进入人体了后，会互骨头吸收高长期储存伫体内，就算血内底浓度下降，毋过无代表毒素已经完全清除。若伫厝内用无好香，甲伫无通风的环境，长时间透过空气透开，会伫体内累积，除了对老大人造成器官伤害，也影响囡仔脑部。对身体不好啊，所以香要选好一点啊。我们都没有在家里烧，对，那像先生抽烟，他也是都不会在家里抽。做香的业者表示，市面上香差不多分做大香甲沉香这种类，品质好歹，单看香粉内底油脂的多少。有的比较不好的香，他们是已经被抽过油的，就是他们里面的精华被已经先提炼出来，炼成精油之后，那些粉拿出来做的那些粉里面已经没有精华了，所以那些粉做出来的香都会偏辣，然后比较偏不好闻。正香的业者表示，无混香因为内底油被抽掉，烧起来气味较插片，烟雾也较大。好的香无含化学助燃剂甲香精，气味也较温和。毋过提醒民众用的时阵，也是要保持空气流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